第二胎好似冇咁樣完全唔似混血兒 BB， 你哋會唔會唔開心啊？會唔會有生第三胎嘅打算，養成二孕嘅體質？大家覺得我係二孕體質啊？原來應該呢一世都已經錯過咗呢個機會。咁有做拱橋嗎？咩意思啊？我有咗都會幾搞笑喎，唔知有咩好笑。呢二胎懷孕 Q&A， 我而家咧就已經超過6個月嘅懷孕，同第二胎阿 Gertie 咧都有翻咁上下相處嘅時間，再加埋今次係第2次懷孕，所以有好多懷孕時候嘅心情、生小朋友之前嘅準備或者生完之後嘅育兒咧，其實同我生第一胎都有好多唔同。我之前就有喺 IG 請大家踴躍發問，毫無底線、冇保留地問我今次第二胎懷孕相關嘅一啲問題，我係有1000條以上咯，啲問題完全係碌唔晒。廢話唔多講，即刻開始。會唔會有生第三胎嘅打算？唔會。如果大家喺我拍片頭嗰幾年有睇過我哋啲片咧，都有見證過巴西吊兒郎當嗰個時期，生幾多個小朋友呢啲咁嚴肅、咁重要嘅問題咧，其實我哋喺拍拖甚至係求完婚之後咧，係完全冇傾過。家庭規劃啊，你想有幾個小朋友啊？其實你想唔想要小朋友㗎？完全冇傾過。咁但係好好彩地啦，原來巴西呢個佢對家庭同埋生小朋友呢件事係去到佢人生必做清單 top 3咁嘅 level， 對佢成個價值觀係好緊要。可能因為佢本身嘅原生家庭都好幸福啦，跟住佢有兄弟姊妹，咁所以佢係覺得生小朋友係必須嘅。我哋兩個都覺得即係喺要維持我哋而家嘅生活水平，俾小朋友嘅資源，同埋都要維持翻我哋自己個人嘅心理同生理健康。生2個小朋友係我哋兩個覺得我哋可以勝任到嘅一個數字，係一個上限。我自己係打算生埋呢一個就完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我嘅風水師傅之前喺片入面有出現過嘅。呢條師傅咧都係話我係生即係一個起2個子咁樣，所以我哋嘅計劃中係冇3胎嘅。有咩平日嘅生活習慣養成2孕嘅體質？大家覺得我係2孕體質啊？原來我覺得我同巴西好好彩，我哋一嚟本身冇好大壓力啦，二嚟身邊嘅家人朋友亦都冇係咁追住啊幾時生第一個，或者生完第一個問你幾時生第二個啊？我哋各自屋企對上咧都係兄弟姊妹，而佢哋都已經順利生咗好多個小朋友，所以其實我哋兩方屋企咧都已經係抱孫經驗豐富，即係有少少覺得誒唔關我事啦，唔爭在我啦。心態上面我哋兩個都係好佛系、好輕鬆。第一胎佛系，第二胎我哋仲佛系，因為有咗母母之後覺得都完成咗部分任務啦，睇一個女咁健康咁開心，因為有第二個更加好，冇都冇乜所謂啦，唔好強求。第二樣嘢我覺得係我哋兩個嗰個生活習慣其實係好一致嘅。我係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休、農民系嘅人類嚟㗎，所以喺作息飲食上面 keep 住都係比較穩定規律。當然忙嘅時候都會瞓得少啲啦，或者去旅行嘅時候食嘢會放肆啲，但係大部分嘅時間都係一個穩定嘅值咁樣遊走。咁另外就係可能因為有咗家庭生活之後咧，個情緒都會趨向穩定，一個比較平穩嘅心態，冇咁大壓力，得失心冇咁重嘅求子之路，再加上一個比較健康規律嘅生活同飲食習慣，會令到生 BB 呢件事比較容易。咁但係其實懷孕受孕呢樣嘢牽涉嘅決定因素就太多啊，爸爸嗰邊、媽媽嗰邊，得嘅當然係一件好幸福、好幸運嘅事。如果喺呢個過程入邊比較顛簸嘅話，我都希望大家唔好俾太多壓力或者罪疚感自己，因為人生其實可控嘅嘢咧，唔見得係真係咁多。再退一步就係我哋要提一提自己，可能你見到你呢批朋友結咗幾年婚都冇動靜喎，等我 push 下佢哋先。乜小朋友走去問幾時生仔啊？喂，有咩進展啊？今年龍年好年，我唔生下年蛇年㗎啦。呢啲嘢可能你講嘅時候好容易，真係永遠唔知道人哋當時經歷緊啲咩。我剪下片發現我漏咗一樣嘢，就係同時都唔好係咁估人哋係咪有咗。尤其是我哋做呢行啊，經常面對鏡頭。有伴侶同埋結咗婚嘅人咧，好多時真係唔覺意，可能食咗鹹嘢、水腫啦，或者嗰排放肆少少肥咗啦。身邊屋企人朋友好多觀眾問：係咪有咗啊？我知你3個月未講得住嘅，恭喜你先。我自己喺有母母或者 Gertie 之前咧，都收過好多相類似嘅嘢。當然我係明大家好期待，一啲惡意都冇。但係有幾次我真係冇懷孕嘅情況之下，有人話我有 BB， 我就哇望住塊鏡審視下，我呢排咪肥咗咧？跟住我哋 YouTuber 之間都會傾偈，大家都幾經常會俾人問：係咪有咗啊？係咪未講得住啊？如果冇懷孕，但係你同時好心急，好想有 BB， 無疑係一個好大嘅心理壓力。咁如果冇懷孕，你又唔係真係好想要而家呢一秒有 BB， 就會引起容貌焦慮。好啦，如果真係有咗 BB， 又俾大家講中啦，即係我覺得每個人講或者唔講都有佢背後理由咯。如果佢覺得未係時候分享，跟住有好多人同你講：你有咗 BB 唔使唔認㗎啦，我知你唔講得，但我知你有咗，係好尷尬咯，唔知點樣覆，又唔覺得需要講大話，冇 BB 你估錯啦咁樣，但係又覺得冇呢個必要，即刻喺呢個時間點度確認，係啦，加埋呢個，唔好係咁問人係咪有咗 BB，OK？
By the way，我係有好運棉嘅喎，大家呢個係咪就係亞洲或者台灣嘅咧？就係講緊咧一個懷孕嘅女士喺佢懷孕之前用剩嗰啲 M 巾，係帶住祝福嘅 M 巾，就可以送俾你身邊想懷孕嘅朋友啦。咁佢哋可能擺喺屋企啊，隨身帶住，增加懷孕嘅機會，即係類似係一個心靈力量嘅投射，一個祝福咁樣咯。如果真係有朋友想要嘅話，我睇有咩辦法可以寄俾大家，唔係用過啊嚇，嗰一 pack 入邊未開嘅。如果有啲朋友需要一啲額外心靈上面嘅支持咧，我好樂意可以分享俾大家，可以 DM 我啦，或者留言。我而家開始派 M 巾。第一胎同第二胎最大嘅分別，生理上面我覺得個肚係緊繃得快過上一胎。心理上面咧，第二胎我覺得我變成咗一個更加務實嘅媽媽。通常第一胎咧，你就會接收四方八面嘅資訊，因為你第一次有 BB 嘛，你會聽人哋講比較恐怖嘅個別事件啦，跟住你又會諗開刀好定係自然產好，亦都唔知自己身體變化係咪正常咧。如果係第二次有 BB，我就覺得好多嘢其實都會知道點樣發生啦。我反而想好好運用懷孕嘅時間咁啊，盡量做多啲嘢。今次係咪都喺韓國生？係喺韓國生嘅，因為通常你過咗唔知30週定32週啦，就要問醫生攞份批准文件，你先可以搭飛機。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翻香港生咧，就30週左右要飛翻香港。但係冇乜韓國要翻學噶嘛，我哋喺呢邊都有好多事務要處理。雖然我都好想體驗喺香港生、台灣生、月子中心啊呢種生活，我應該呢一世都已經錯過咗呢個機會，注定冇緣分由得佢啦。如果第二胎好似懵懵咁樣，完全唔似混血兒 BB， 你哋會唔會唔開心啊？懵懵的而且確比較偏亞洲嘅佢樣，大家都話佢好似我啦。咁你話我生出嚟好似第二個懵懵咁，會唔會唔開心？梗唔會啦，巴西係會勁開心，巴西覺得懵懵勁 Q 咯，係親生父母嘅女嘅，咁我都冇可能逼所有人會覺得懵懵好 Q 好得意，可能真係要做咗爸爸媽媽先明。呢個係我哋嘅結晶，點樣都好，只要佢健康開心就好。跟住又有朋友話，有冇私心想第二個 BB 似你多過似巴西？話晒懵懵 DNA 似99% 巴西人，但係又有好多朋友覺得懵懵似亞洲人，所以 Gertie 會係咩樣？我真係唔知。首先我同巴西嘅樣已經爭好遠啦，然後巴西喺佢自己嘅 family 度各自嗰個體差異都係超大咯，有啲係比較黝黑啲，有啲係白啲，有啲金色頭髮，有啲黑色頭髮，有啲直頭髮，有啲攣頭髮，所以大家同我一齊期待下。懵懵有做拱橋嗎？咩意思啊？Google 下先，小朋友做拱橋，什麼意思啊？都市傳說，因為大寶拱橋就會迎來二寶。我真係長知識，冇啊，冇做拱橋啊。孕期點樣食嘢？點解一樣都係咁瘦？首先我唔係嗰啲好瘦 model 身形嗰啲女仔，中等身形，跟住 BMI 大概20度嗰啲啦。我覺得其中一個大嘅原因就係、大家記唔記得我上年夏天嘅時候，咪出咗一條中年減肥嘅片嘅？咁當時我係肥到58 kg，跟住減到大概7 kg 左右，去到51。咁我體重就一路 keep 住可能51、23咁樣游走，去到我有 BB 之前。我覺得上年嘅減重對我今次有 BB 個身形保持係有好大嘅幫助。因為你諗下，如果我未有 BB 之前，我已經58啦，即係趨近60啦。咁每一次有 BB 其實大概會升10 kg 至12 kg 啦。咁我呢個1634嘅身形咧，就要去到成70，無論對骨同埋肌肉都係一個大嘅負擔。身邊其實都係聽過幾個備孕嘅朋友咧，佢哋喺真係準備有 BB 之前，如果本身嘅體重係有少少過重，佢哋係會健康減重咗先，咁然後再開始備孕。咁如果你問我孕後有冇特別食多咗啲咩，或者特別唔食啲咩咧？我食多咗蛋白質。咁之前我都有分享過，我會食啲即食蛋白，咁可能我個量會食多咗，咁然後我開始每一日都會飲滴雞精。去到孕後期咧，我就打算每日要飲2包滴雞精，因為比起自己煲嘅雞湯咧，滴雞精係真係長胎得嚟又唔油。有咗 BB 之後，我特別有癮口嘅咧就係精緻糖分。有 BB 之前，我間唔中都會同我女一齊食個雪糕啊，食個 bagel， 食個蛋糕。尤其係冇咁鬼中意食生日蛋糕，我每個星期都會同佢慶祝咁滯。咁去到而家有第二個 BB，如果真係有啲甜嘅嘢或者極高碳水啊、精緻澱粉嗰啲咧，我就午餐之前就食咗佢啦，早啲食咯，即係你仲有全日可以消耗啊嘛。夜晚就盡量係蛋白質或者纖維為主。咁我之前其實係有做開斷食嘅，有咗 BB 之後就冇啦。取而代之嘅就係少量多餐。譬如啱啱拍片之前，我就食咗2啖嘅香蕉，即係呢啲就係少量咯，就唔係加咗餐又要 keep 住同一個份量。因為孕婦腸胃好容易頂住，尤其你 BB 越嚟越大嘅時候。咁所以我而家係可能2、3個鐘食少少嘢 ，keep 住自己都係一個舒服嘅狀態，唔好太飽，唔好太餓。去餐廳食啲邪惡嘢，咁當然都係有咁，但係盡量可以嘅話就安排午餐咁樣咯。我而家6個零月增重咗大概3 kg 鬆啲，希望留翻多啲 quota 去孕晚期，等個 BB 長肉嘅時候，我先跟住長肉。我覺得好多時孕晚期嘅不適、腰酸背痛、水腫，跟住覺得攰、行動不便，某大程度係因為你身體多咗好多負擔、好多重量。你試想下，每日托住4、5支啲兩啲水周圍行，大隻佬都覺得腰酸背痛，都會水腫啦。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其實有咗 BB 之後，無論第一、第二胎，我喺 po IG story 或者拍片 show 到我食啲咩咧，我係會不自覺地自我審查，因為有時
如可能我 po 啊，今日食咗海鮮，或者今朝用咗小燕窩，就會真係有好多關心我哋嘅觀眾咧 DM 我同我講話呢個太寒太濕，可能會影響 BB 嘅健康啦，或者出咗嚟之後個皮膚會冇咁靚。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原來香港有超過70% 嘅 BB 都係受敏感困擾。如果父母是但一方都有敏感家族史嘅遺傳，BB 遺傳到嘅機率咧就高達75%。大家睇片咧都知道，咁多年嚟我都係食 Proven 嘅益生菌。有咗 BB 之後咧，我就順理成章轉咗呢一款有個大肚媽媽喺度 Proven 孕婦配方。咁呢款咧係專門貨準備懷孕或者孕婦嘅，因為佢嘅配方咧提供咗懷孕前、懷孕中甚至係哺乳期媽媽所需要嘅益生菌。Proven 咧係擁有超過30年嘅科研背景同埋英國權威大學嘅支持，對提升腸道健康、免疫系統同埋減低敏感機率咧都係非常之有效。好多人話媽媽每次懷孕嗰9個月咧都係攞條命嚟賭，生理上面一定會比起冇 BB 可能好者嗰個負擔感會大啲啊。例如腸胃唔舒服啦，明明肚餓但係2啖之後已經覺得飽，再贈送無限嘅脹氣、陰腎敏感、便秘屙唔出屎，呢個孕中孕後期係好常見。胸部咧亦都會脹痛。以上咧都係我自己婦產科醫生會同我講喺懷孕期間你會遇到嘅一啲正常不適嘅狀態。我真係唔知點解不適已經變成咗懷孕嘅常態。我有咗 BB 之後咧，就真係每日食呢一款 Proven 嘅孕婦配方，不適嘅症狀有改善，覺得自己比較似個正常人。如果你有咗 BB 之後覺得你自己排便好似冇孕前咁順暢，係正常，因為孕婦本身係腸道蠕動咧，懷孕之後係會慢啲。但係好幾日都唔排又唔屙，你又咩都唔做咧就唔正常啊嚇！排便不順、腸胃不適咧，可以每日試下食2粒，幾日之內就會見到個改善。補翻我而家孕期去到一半，免疫力係非常之唔錯，私密處亦都冇奇怪嘅感染。咁便便去到而家中段咧都係暢通嘅。同時呢款益生菌咧都可以優化到肚入邊 BB 嘅免疫系統，減低佢哋日後可能係過敏體質嘅機會。不過第一胎母母出世之後咧，佢就真係乜嘢敏感都冇嘅，皮膚嗰啲濕疹亦都係完全冇。每日餐後1至2粒咧就 OK 啦。咁母母出世之後食咩益生菌咧？就係呢一款 Proven 嘅嬰兒配方。有研究顯示咧 ，BB 出世2年之內係佢哋建立免疫力同埋預防敏感最關鍵嘅時期。咁如果媽媽喺懷孕時候有食到益生菌啦，同埋喺 BB newborn 嘅時候都有俾到嬰兒益生菌佢哋食，小朋友日後嘅濕疹率咧可以減低60%，對花粉、塵蟎、貓毛呢啲好常見敏感源嘅反應咧都可以大大減少。呢一款嬰兒配方咧就係專為初生嬰兒配製 ，BB 都可以食嘅益生菌補充劑，同樣咧都係 Proven 專利嘅 Lab4 益生菌配方。母母個腸胃咧由細到大蘇花咧都係非常之好，因為佢唔係特別中意食菜嘅，但係佢嘅便便皮膚從來冇出現過任何不適。我諗呢個益生菌喺佢細個嘅時候應該有幫到唔少手，幫佢建立咗一個健康嘅腸道菌群，咁可以抑制到壞菌嘅繁殖，減低小朋友敏感體質嘅機會。同時佢都可以改善便便唔暢通、腸胃有脹氣或者小朋友胃口不振嘅問題，仲可以幫助營養吸收同埋增強抵抗力。粉狀嚟嘅，咁你只要將佢沖水，或者你小朋友仲飲緊奶，將佢加入咗降溫咗嘅奶，或者可能佢嘅飲品啊、食物啊、湯啊，因為佢係無色無味嘅，好簡單咧就可以喺小朋友本身嘅飲食入邊加埋呢一個益生菌。而家入手仲有優惠㗎，由5月9號到6月5號 ，Proven 益生菌孕婦配方折咗之後214個4，原價268蚊，益生菌嬰兒配方231個2一盒，快啲趁優惠囤貨啦！第2胎係咪都會跟族譜改中文名？如無意外應該係會。中文名咧，阿懵懵其實係跟我姓嘅，去到阿懵嗰輩咧就會有一個乜乜貝、乜乜貝咁樣嘅，所以佢個名其中一個字咧就會係一樣嘅，完全冇 feel 有咗第6感。即係咪有咗嘅時候有冇啲咩第6感嘅感覺？我哋發現有咗嘅時候，我喺美國啊嘛，嗰陣時咧其實前1、2日我哋先至係一個即係 family dinner，知道咗我大嫂即係巴西阿哥個老婆咧啱啱有咗2個月，覺得哇恭喜你啊，好開心啊咁樣。我攬完一輪之後，我個腦係有一下閃過，我會唔會同時都有咗咧咁樣？但係嗰時根本就冇話啊 miss 咗個驚奇啊，咩都冇，純粹係一個念頭，覺得咦我有咗都會幾搞笑喎咁樣。我唔知有咩好笑，但係實在太雞毛蒜皮太無聊，我冇同任何人講。咁佢真係去到後尾 Vegas 瘋狂飲酒，覺得啊內心有啲罪疚啊，買個保險先走去驗孕，就知道啊真係中咗啦咁樣。如無意外都係剖腹產，尤其是for第2胎媽媽，如果你第1胎剖腹嘅話咧，第2胎通常都會揀翻剖腹嘅。咁當然都有人會揀自然產，我諗我會揀翻剖腹產啦，即係容易啲預個時間，幾時生幾時翻到屋企，又投入翻照顧大 BB 細 BB 呢個生活 pattern 會容易啲 plan 嘅。第2胎會照書養定照豬養？前幾日我先同巴西傾起呢個問題，因為我哋又問懵懵，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嘅時候發生過呢件事？講緊嗰時懵懵可能6、7個月左右，佢係一律話唔記得咯。跟住我
我同巴西個覺悟就係，即係小朋友可能幾個月啊、半歲或者1歲樓下咧，佢記得嘅嘢係好有限，只要 keep 住佢健康咁啊，食得瞓得屙得就 OK 啦。其他嘢就唔使太講究或者逼死自己，要好矜貴地買好多嘢俾阿二寶就一定唔會噶啦。對阿 Gertie 可能一開始啊，傳統餵食定係 BLW，佢幾多個月識翻身、識爬、識行啊，即係呢啲 milestone 上面，我覺得我同巴西應該會再放鬆啲。小朋友總會自己識食飯，總會自己瞓過夜，總會識行，係時間長短。孕期還會不會壞？會，人之常情係嘛？大家會關機嘅咩？咁成1年都冇咯。咁你話生完 BB 之後幾時可以開翻機咧？咁啊要睇翻自己嗰個恢復狀態。我記得我哋上一胎都有問醫生嘅，用什麼姿勢？我係記得邊一次嘅，係喺韓國嘅。因為我身邊有朋友問我係咪 Made in USA 又唔係正常最大路嗰個姿勢，我睇下估下最大路嘅姿勢係乜嘢？哎，好辛苦啊，條腰笑到好酸啊！點解有勇氣要2胎生一個嘅你，我都覺得好勁。其實我真係有諗過呢個問題，係因為我老公巴西，好多人都話生完 BB 嘅頭1年離婚率係最高，或者你先至見到你伴侶嘅真面目。我覺得真面目嗰一 part 係㗎。我喺巴西身上見到有好多我以前冇發現到嘅閃光點。有小朋友之前呢，係一個比較衝動火爆，跟住我覺得喂，點解你可以咁冇耐性嘅一個人嚟嘅？有咗小朋友之後呢，我發現佢唔係冇耐性，佢係對佢覺得唔值得嘅事情上面唔放時間，而係一啲對佢嚟講好值得、好重要嘅事，例如係健康啦。佢係一個好注重健康，亦都好捨得揼時間去運動嘅一個人。又例如係家庭，我冇見過佢任何一次可能因為要照顧個女，佢有一句埋怨，覺得唉點解個女咁煩㗎，或者話好攰啊，真係一句都冇聽過。而佢平時同我分享關於育兒嘅感受，佢只會講話好感激懵懵嚟到我哋屋企，佢覺得小朋友真係好珍貴。Even 係我而家可以咁放心喺呢度同大家口沫橫飛喺度吹水，係因為我知道巴西而家同我個女玩得好開心，我心入邊好踏實㗎。可能呢種就係有後盾嘅感覺。我對上一次見到巴西流眼淚喊，亦都係因為懵懵。講緊佢8個月，條友2年幾冇喊過。嗰時係因為巴西同佢屋企人視像緊啊，可能注意力一時分散咗啦，懵懵就冚親個鼻哥，咁啊鼻梁淤咗一大嚿。咁嗰日喺急症室翻嚟，喺樓下撳 lift 翻屋企嗰下咧，我見到巴西佢係忍唔住淚汗眼淚，跟住個情緒爆發咗出嚟，好內疚，因為佢令到我 BB 受傷啦咁樣。第3樣嘢我自己覺得好感動嘅就係 Even 佢咁愛個女，但我都仲係好感受到佢係好愛佢個女嘅媽媽，即係我咯。係呢3樣嘢令我覺得啊，生2胎都係一件幾幸福嘅事。有冇飲牛奶 ？BB 點可以白啲？好似懵懵咁，不嬲都有飲奶嘅，但係唔係淨係牛奶、豆奶、杏仁奶，我咩奶都啱嘅。但係小朋友白唔白，我唔肯定係咪因為我食啲咩令到佢白唔白。同埋我都覺得2胎啊，Gertie係有機會白，亦都有機會唔白嘅，因為巴西嗰邊啲基因係比較多樣性啲。完全冇有孕肚可以 show 下嗎？點會冇孕肚啊？而家個肚係咁樣。孕肚呢樣嘢其實都好圓嘅，朝頭早細啲，夜晚會大啲。擔唔擔心懵懵會失重？點樣平衡2個 baby 嘅心情？當然係會擔心。同巴西傾完個做法咧，就應該喺阿 Gertie 仲係 newborn 嘅時候咧，我哋會優先處理咗懵懵嘅情緒同埋佢嘅需要先嘅。啱啱都有講到啦，其實 BB 喺月齡比較細嘅時候，生理嘅需求可能都係比較大啦，重複性高啲嘅，所以係會主力照顧 Gertie 嘅生理需求先啦，即係可能飲奶、瞓覺、做風，喺陪伴、溝通、安撫呢啲比較心理層面嘅需求咧，咁我哋係會優先咗懵懵先嘅。畢竟佢而家個溝通能力同埋觀察力都已經好好。生完之後有冇胸部下垂？呢一胎未生我就唔知。但係如果就係講懵懵個胎咧，因為我冇餵人奶，我生完第2日我就食咗嗰啲收奶嘅藥啦，所以個胸生前點樣生後都係點樣。見我平時有打開消眠保養，想問有冇隔幾耐先至陀 BB？孕期停晒啲醫美，點樣 keep 住個靚樣？多謝。我知道有 BB 嘅上一次打肉毒咧，就差唔多係4個月之前。孕期就真係所有醫美都唔可以再掂啦，我都好耐冇去過皮膚科，主要都係靠自己喺屋企嘅護理護膚品咯。醫美更加似係一個輔助，講真啊，你醫美做到好膚，但係你喺屋企又唔搽防曬，又唔補濕，跟住生活作息勁爆亂，亂咁食嘢咧，其實你都真係好難靚。只不過已經答咗差唔多2個鐘頭嘅問題啦，最多朋友問嘅問題咧就已經解答晒啦。如果有啲咩追加嘅問題，歡迎喺下邊留言區發問，我見到都會盡量回答噶啦。接住落嚟嘅孕期都會透過片同大家一路更新。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